大家好，我係3012。今日要同大家講嘅電影觀後感係《世外》。開始講之前，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我先。你哋嘅 like 對我嚟講係非常重要嘅。我呢個頻道最主要係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內容，就麻煩你 follow 訂閱，撳埋個鐘仔。到時我有新片出，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事不宜遲，首先嚟個冇雷觀感。世外係一套香港製作嘅動畫電影，根據維基顯示，製作成本大約500萬美金，大約7年嘅製作時間。有人就入場睇完話，呢套同之前嘅《鬼滅之刃無限城篇》相比呢，簡直係碎料。咁大家又知唔知《鬼滅之刃無限城篇》嘅製作費係幾多呢？係大約2000萬美金，足足係4倍經費。而且鬼滅係由呢一個日本好資深嘅動畫工作室去處理，本身又有一套原著漫畫原型去跟隨，而世外只係改編自一本小說，入邊所有畫面都係要靠團隊去幻想出嚟嘅。如果世外喺畫面上有得同鬼滅之刃比拼的話呢，咁其實要檢討嗰套係鬼滅之刃而唔係世外。戴翻頭盔先，我唔係話呢鬼滅唔好，亦更加唔係話世外可以超越鬼滅，只係話呢兩套動畫唔應該擺埋一齊嚟比較，因為大家擁有嘅條件都係非常唔同，根本就唔喺同一個起跑線上，將佢哋擺埋一齊比較呢，其實係唔多恰當嘅。咁世外嘅題材可以話一套奇幻動畫啦，咁帶啲哲學思想喺入邊。最主要嘅主題呢，就係關於輪迴。咁喺香港動畫電影嚟講，呢個主題呢一套咁嘅畫面上嘅設計風格都可以話算係幾有新鮮感，帶有一啲日系嘅味道，但係都不失有自己嘅創作。咁睇完呢套世外，我都係有啲嘢啟發到嘅。咁電影節奏方面，我覺得都算係有少少偏慢啦，前半段。咁後半段就節奏就開始加翻快嘅，而佢嘅亮點，我覺得都係在於喺畫面方面。咁當然啦，個故事咧都有佢嘅獨特之處，都值得去咀嚼下嘅。故事喺情感表達上就係相對嚴肅啦。開頭我入場咧，以為呢套係文戲居多嘅，點知劇組製作團隊都有加翻唔少嘅商業元素，有翻好唔少嘅動作場面，咁呢啲係有啲驚喜嘅，而且啲動作場面係做得唔太輸蝕，唔會話好流嘅。主線嘅邏輯就唔太大問題嘅，反而係啲喺細節上某一啲人物上嘅行為邏輯就未必咁容易理解咁，同埋入邊有好多情節或者人物背後嘅動機，可能都要觀眾自己腦補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聽埋我嘅諗法，我嘅腦補，咁之後就會講噶啦。再講落去就會涉及劇透。如果你未睇過套戲的話，我係極之推薦你入場去睇呢一套世外嘅。我覺得佢可以話係香港動畫史上嘅一個里程碑。雖然畫面動作場面可能係參考咗唔少日系嘅風格，但係整體嘅製作係極之優良，同埋睇到佢嘅用心。不妨入場睇下香港動畫進步成點。如果你唔介意我劇透的話，咁我就繼續講落去啦。劇透線解鎖。話說世外嘅故事設定就係人死咗之後就會去到一個輪迴之前嘅地方，叫做世外。住喺世外嘅小鬼呢，就係擔當靈手，負責引領啲亡轉世嘅。咁今次嘅故事就係講世外其中一個小鬼認識咗一個叫做小妹嘅亡魂，而小妹就唔願意轉世，要尋找佢嘅細佬。而小鬼就陪住小妹揾細佬嘅過程之間呢，就對小妹非常好奇，人點解
會喊會笑會有唔捨得嘅感情。故事發展落去係點，我就講住呢度咁多先。咁講下我對世外劇本嘅中意同唔中意啦。我中意呢個劇本嘅地方就係個故事係嘗試透過輪迴對人類嘅喜怒哀樂尤其係執着憤怒怨恨呢啲負面情緒嘅一啲反思。咁喺故事結尾，導演都好成功咁堆疊到啲情緒，睇得我係幾感動嘅。咁喺講故事方面，導演就用咗插敘嘅手法。咁我自己就認為呢，插敘係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地方就係可以增加懸疑感啦，令到個故事有啲趣味唔會話鋪直敘咁樣可能比較悶啦。但係插敘就好考功夫嘅。因為如果插敘用得唔好呢，就會令到個故事結構支離破碎，一忽忽咁樣呢，觀眾未必咁容易接收到個故事想表達啲乜嘢。尤其係人物上如果變化太大呢，入某啲觀眾或者唔一定會話接受得到或者其實接收唔到嗰個劇本點樣走向會覺得情節混亂。用插敘講故事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去令到觀眾易接受啲嘅方法，我覺得就係可以好似前排嘅8號出口或者就係The Weapons 武器佢哋都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嘅啫，就係分做章節形式咁樣去表現個故事就係加返個每個章節嘅標題。咁如果要用喺世外嘅，咁可能一開頭就可以話係小鬼篇、小妹篇、古蘭篇、姜山篇。咁起碼俾觀眾知道呢，有個心理準備，就係要轉 POV 啦。咁觀眾就可以忽略咗，叫做可能會包容咗個故事入邊嘅時間線，可能有啲跳躍或者中間有啲混亂。再有心思啲嘅，或者就係喺場口之間嘅過渡多翻啲運鏡，多啲一啲暗示，或者喺色調上有啲唔同。我覺得咁樣係更加會升華咗個倒敘嗰個係咪倒敘個插敘嗰個手法，更加令到觀眾易啲接受呢一種跳躍式講故事嘅情況。另外比較有改善空間嘅地方就係某啲角色嘅行為動機，例如就係古蘭公主嘅父王，點解佢認為自殺就可以令到對方可以退兵或者就係延遲進攻呢？我覺得呢一點係需要去多啲解釋嘅，或者揾一個更加好嘅行為動機。而家睇落去個故事第一個感覺就係要設計一個情節俾阿古蘭公主去誤會佢嘅父王唔要佢寧願死都唔要佢，又或者就係要阿古蘭公主誤會個將軍。再之後就係阿姜山點解忽發奇想同啲村民用呢一個斬首獻首自殘嘅方式去威脅個領主。然後領主又願意開糧倉，但係又喺糧倉入邊去送佢哋去投胎。咁呢啲喺畫面上對白上都係冇好清楚咁樣反映到點解呢啲角色會有呢啲行為出現嘅。咁當然導演可以話想留白就係想打啞謎，等觀眾自己去思考啦。咁呢一個係好處，但係佢嘅壞處就係會令到觀眾覺得混亂。如果唔接受呢一套留白嘅觀眾，就會覺得呢啲行為動機可能係屬於好唔深思熟慮或者就係有啲脫離現實。咁喺主線上小鬼同小妹嘅相識應該只係一段好少嘅時間。點解小鬼會願意去守護小妹1000年呢？呢度都係有唔少觀眾疑惑嘅地方嚟嘅。
咁其實以上幾個角色嘅留白啦，或者行為動機啦，睇完套戲我開頭都係疑惑不過到二刷咗啦，我就算係腦補咗，或者算係超譯啦諗到一啲行為動機，我覺得係算係可以令到呢一啲咁嘅人物嘅行為係合理翻其實佢哋背後可能係有嗰一種感情喺度，所以所以先會有佢之後嘅行為。咁講晒啲優缺點我中意唔中意嘅嘢呢，我就會講我對故事情節嘅腦補同埋超譯部分。對呢啲內容有興趣的話呢，不妨聽埋落去啊！劇本嘅優缺點喺我眼中就係大約係咁啦。咁另外就要講翻啲演員咁冇演員就講配音。配音方面，我覺得係合格有餘㗎啦。尤其係幫小鬼配音嘅鐘雪瑩，開頭係會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咁樣，但係當我理解到小鬼呢一個角色之後呢，就覺得佢嘅演繹係好合格。咁因為小鬼呢一個角色，佢本身就係想話靈手呢本身係冇感情嘅，對人世間嘅事物係唔了解唔熟悉。佢最開初對小妹係完全唔理解，點解佢咁得意嘅，佢咁中意笑嘅，點解佢係都要揾佢個細佬呢？失散咗就要揾㗎啦。咁當經歷咗千年以後小鬼喺小妹姜山古蘭同埋小英身上學習到某一啲人類嘅感情之後，了解到之後呢，咁連小鬼自己本身都開始有感情啦。咁鐘雪瑩嘅配音呢，都係有呢一種喺情感上嘅循序漸進。咁當然啦，你話係唔係非常之完美？咁我覺得係有改善空間嘅。但係你如果係都要用日本嗰啲聲優嚟比較的話，我覺得對鐘雪瑩就唔係太公平啦。咁另外令我最深刻印象嘅配音就一定係張繼聰配音嘅黑天。但係黑天呢個角色呢，因為佢冇頭嘅，冇容貌冇表情見唔到咁，同埋個故事就講到世外入邊嘅居民啦，我叫做即係天女小鬼黑天，佢哋應該係算係唔了解感情或者係感情比較淡薄，冇乜情緒咁樣嘅。但係黑天呢個角色咧，唔知點解就係好似情感爆棚。點樣情感爆棚咧？就係佢好似好中意搞笑咁搞笑係咪屬於一種情緒咧？會唔會相對於其他嗰啲角色，佢係比較太跳脫即係可能個通有啲唔同，或者導演就係想有呢一種對比啦，起碼令到個故事冇咁沉重，我都明嘅。但係總係覺得同人設上係有啲格格不入呢。尤其是張繼聰佢個表達方式係好大開大合咁樣，即係喺呢個角色上面咁如果單睇佢要演繹呢一種咁嘅情緒，佢係演繹得好好㗎，我覺得係演繹得好㗎。但係唔係應該用呢一種演繹啫？即係呢個角色係咪要有呢種情緒我覺得係個角色設定上可能要考慮啦。我都唔知算好定唔好不過我睇嗰陣時就覺得算係一個開心果，佢係令到呢一個沉重氣氛活躍起嚟啦，冇咁悶啦。咁幫小妹配音嘅彤彤同埋天女嘅謝安琪就我覺得交足貨，我收貨嘅。之後嘅古蘭公主同埋姜山唔知我覺得睇落去同畫面唔夠夾咯，把聲同個畫面可以再好啲。喺網絡上就係一個意見，既然係香港嘅動畫，點解唔用翻專業嘅配音員呢？而係用晒啲有知名度嘅演員去配音？咁我就唔熟悉香港專業配音員呢一個界別嘅水平去到邊啦。
我就認為呢，因為出品人啊，或者成個製作團隊，佢哋就希望透過啲比較知名嘅演員，可以再吸收多啲唔嘅觀眾入場啊。咁有呢一種考量又無可厚非嘅。雖則話應該係用作品説話啊，應該就係要推出一套非常之或者盡可能完美嘅作品上呢一個市場，咁先係尊重觀眾。但係呢，而家嘅電影市道係點樣，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其實都唔止香港瀨晒嘢嘅，即係唔係話呢一套電影拍得好好呢，觀眾就一定會入場睇戲。不如就睇翻近年啦。近年其實可以收得好嘅電影呢，其實真係靠卡士吸人入場先嘅。咁入到場啦，有口碑啦，咁先可以有個好嘅票房。咁啊，對出品人啊，對翻成個團隊有交代。講個更近期嘅例子啦，就係觸電。即係以觸電嗰個製作成本嚟講呢，佢可以話一套好圓滿製作得好精良嘅電影嚟㗎。咁佢點解個票房咁差呢？要靠後邊嘅口碑咧拉翻都拉唔多啦。咁就係因為佢個卡士本身咧用咗好多比較新嘅演員啦，或者叫做唔太知名、唔夠人氣嘅演員去拍攝咁呢一度已經係有少少輸蝕。就算之後建立到口碑，都唔容易令到戲院再俾翻多啲場次佢繼續去吸引觀眾入場。就算戲院俾翻啲場次佢啦，都冇嗰啲咩7點幾場9點場都係啲可能都係啲天地長時間咁其實就已經好難㗎啦。咁而家係時候講翻我對啲角色嘅行為動機嗰啲腦補啦。首先就係古蘭老豆。咁當時佢老豆就已經重傷可以話係拖後腿啦。咁佢就唔希望個將軍為咗佢戀戰留低。咁其實佢都講咗就係話叫阿將軍自己撤退啦，快啲佢哋撤退快過帶埋佢。咁古蘭老豆個心底應該就係希望將軍快啲翻去花城保護佢個女多過留喺度同佢一齊戰死沙場。因為佢深知自己重傷冇得救㗎啦。如果將軍再喺度同佢一齊戀戰的話呢，咁就一鑊熟。所以佢就選擇自殺等將軍快啲撤退，快啲翻去花城可能揾皇叔點樣再對策去應對敵軍啦。咁當然國王就冇諗到之後原來佢個皇叔呢，就可能有啲想篡位嘅諗法啦，又冇諗過將軍會俾人誣蔑啦。所以當時佢就有呢一個咁唔知算唔算蠢嘅諗法啦。咁去到姜山諗住自殘獻首威逼領主開糧倉嗰一段呢，佢有呢一個諗法，我覺得唔多唔少係因為佢上咗去嗰個山上邊個廟啦。見到人鬼嗰隻手有隻斷臂喺度啊嘛，咁可能就係入咗腦有啲潛意識嘅嘢咧影響咗佢個思想，就諗咗呢條絕世好橋啦。唔係話同啲官兵肉搏而係自殘令到自己冇咗生產力就攬炒。咁其實呢一種咁嘅自殘對抗方式咧，現實上都有嘅。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咧好興咧就係絕食抗議。咁如果你同絕食抗議嚟對比咧，咁其實姜山呢一個獻手自殘嘅抗議，我覺得係已經合理好多㗎啦。即係起碼會威脅到領主嘅生產力啊嘛。咁佢哋冇晒手腳啦，咁咪唔可以耕種，唔可以耕種，咁大家都冇嘢食啦，攬炒啦。比較令人迷惑嘅就係領主點解選擇咗開完糧倉，等啲人入晒去先送人哋去投胎呢？點解唔一早就拒絕
跟住就即時送人去世外。咁其實喺現實都有啲類似嘅例子嘅，只不過冇咁血腥嘅啫。就係咧大家都見到㗎啦，而家市道唔好周街都吉鋪嘅。咁同埋都聽到唔少有啲做生意做飲食嘅可能生意好少少咧，就會聽到佢哋話俾呢一個業主加租加租加到咧根本都好難再做落去啦，咁索性結業咁有得意㗎喎。啲業主咧真係又會寧願咁咪吉咗間鋪喺度咯，就係唔肯減租或者就係唔肯加租啫。就算維持個租金都唔願意嘅，就係寧願吉咗個鋪。咁有咩好處咧？其實真係冇咩好處啊！咁你咪冇租收咯，冇收入咯，都係咪先？咁人哋又做唔到生意咯。就係唔介意兩敗俱傷咯。咁當然啦，可以話可能呢個業主佢背後有好多鋪位嘅。咁如果呢個鋪唔加租或者減租嘅，甚至咁可能會影響到啲地價樓價，咁就更加會影響埋佢其他嘅租戶嗰啲咁嘅租金令到佢更加多損失。所以佢係寧願要犧一身呢一個鋪就係寧願吉咗佢。咁可能咧咁故事入邊個領主就係咁樣諗咯。我唔介意咁你小麥村冇人做嘢咁咪冇人做咯，呢度收少啲咯。咁好過佢其他可能仲有其他領地噶嘛，其他領地有樣學樣，佢咪賴嘢。咁我覺得呢個就係領主點解反口覆舌嘅原因同埋就係要做樣俾其他人睇威脅係冇用嘅係咁血腥呢個世界。最後就講翻小鬼同埋小妹嘅千年之約。其實只要理順翻成個故事嘅走向個推進咧，就會明白小鬼點解願意等小妹1000年。就係咧小鬼本身就最開頭可能冇乜感情啦，叫做唔知咩叫憤怒怨恨不捨呢一類情緒。咁認識咗小妹之後咧，就開始識思考啦，同埋佢都好奇小妹嘅點解咁想揾細佬咧？點解佢咁中意笑咧？點解要咁不捨咁樣之後咁佢咪帶小妹去揾天女啦問天女點樣可以揾到佢細佬，了咗佢個心願啦，咁樣先帶佢去呢個投胎，咁咪可以了咗心結，就唔使咁多結要解。之後天女就俾咗個時間回溯能力小鬼，就俾小妹發現咗原來佢細佬咧係經過佢自己把口投咗胎。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小妹先爆發出咗個鬼之牙出嚟。即係話咧，如果小鬼唔係咁八卦咁好奇，小妹就唔會喺呢個世外爆發呢一個鬼之牙變做人鬼。咁小妹喺當刻應該係要灰飛煙滅嘅，但係因為得到小鬼嘅求情啦，同埋得到呢個世外嘅 AI 大地之母嘅信息知道咗原來都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小妹就係帶住個鬼之牙輪迴千世唔係輪迴千世，輪迴千年之後咧就可以變翻一個普通人咁樣正正常常去投胎噶啦。咁小鬼嘅職責其實就係要帶人去投胎啊嘛。咁喺呢一度其實佢係失咗職嘅。咁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嗰一刻咧就領略就有咗一個叫做內疚嘅情緒佢其實係帶咗一個想贖罪嘅心情去幫助小妹。咁但係咧人類嘅情感好複雜噶嘛，咁小鬼又唔知道佢嗰種情緒係叫做乜嘢。咁故事最尾咧就將呢一種情緒包攬晒咧，叫做不捨。咁其實贖罪我覺得都可以算係一種不捨嚟嘅。如果你捨得咧，你係唔會考慮要贖罪。正如小妹對佢自己細佬嘅不捨咧，其實都係一種內疚，一種罪疚感。而小鬼嘅心結咧，咪就係佢對小妹嘅罪疚感咯。咁呢一種嘅不捨啦。咁我個人認為咧，罪疚感咧係一個非常強烈嘅一種情緒咧，令到小鬼係願意為小妹去守呢一個1000年嘅時候，去幫佢拔除呢一個鬼之牙，等佢唔會喺呢1000年入邊變成人鬼。另外就係都想講啦，個故事咧就只係俾大家見到小妹古蘭公主
姜山同埋小英呢一幾世嘅片段啦。咁其實小妹應該係輪迴咗千年入邊有好多個角色噶嘛。咁入邊我見到一個角色咧係應該係類似苦行僧，即係和尚僧侶嗰一類咁嘅其中一世啊。會唔會咧嗰一世其實小妹係相對活得比較平和嘅咧？可能佢千年入邊輪迴咗，可能唔知幾十次啊、百次咁樣，會唔會有啲有一啲世代佢係活得相對係冇咁不如？如果篇幅上可以再交代某一啲比較可能如意啲嘅世代咧，個故事會有多啲起伏喺情緒上，等個故事冇咁壓抑咧，會唔會等觀眾會睇得再舒服啲啊？或者就係有個大 dynamic 喺度令到個故事更有魅力啊！而家因為個故事個通就好沉重、好嚴肅啦，就唔一定適合一家大細睇，可能比較偏向啱成人睇多啲。咁個故事嗰個點講啊？希望嗰個感覺就我覺得係偏弱啊。雖然話最尾叫做成功拯救咗小妹，我講過鬼之牙可以將人變做人鬼，亦可以化為一道光。我睇完呢套世外之後咧，我覺得化為一道光嗰個 message 未夠強烈啊！我想補充就係呢一度啦。喺其他方面不得不讚嘅一定係畫面上啦，尤其是係動作畫面嗰啲打鬥黑天同啲人鬼打鬥嗰啲場口咧，我覺得都起碼做到即係用日本動畫嚟叫做參考啦，已經可以做到係我覺得算係去到第一二級嗰個水平㗎啦，都可以叫做係合格有餘、養眼好睇流暢啲分鏡運鏡都係幾清晰嘅。當然啦，中間可能有啲剪接位可以再多啲啦，frame數上可以再做足啲，咁就更加 perfect。另外就係我好中意佢對世外嗰一種咁嘅描寫，嗰種咁嘅呈現方法可能真係喺小説上已經有即係瀑布繩結咁嘅呢一啲既有嘅元素創作咗出嚟，但係導演同埋製作組就將佢用畫面、用實際畫面呈現咧，係好靚嘅。我覺得俾咗一個好少見嘅一個世外，即係一般人會可能稱為地府啦，我哋中國人啦、華人就稱為地獄、地府咁樣，外國人就都係啦，地獄啦咁。咁佢呢一個世外就冇啲好恐怖嘅元素，係好平和嘅，同埋都好靚嘅。尤其係臨尾要話放低回憶行入去瀑布再投胎嗰段，咁佢將啲回憶冰封喺嗰啲個水個湖度咧，嗰個意境我覺得係做得好好，同埋係工作室用咗一個雖然偏向日式嘅動畫風格去繪畫啦，可能就係啲吉卜力或者係傳統啲嘅日式漫畫有嘅元素，佢係有嘅。不過佢都有諗過點樣差異化，就係勾線方面啦，佢就用咗一個類似鉛筆嘅勾線啦，比較毛躁少少。另外就係所有角色都係豆豉眼我覺得呢個係好嘅，因為就係要同大家經常見到嘅吉卜力動畫或者日系動畫作出一個分別全員豆豉眼喺呢個日式動畫咧，相對係少見嘅，多數都係大眼睛會見到瞳孔咁樣噶嘛。咁佢世外就放棄咗呢一個方向，而選擇咗用豆豉眼呢一個改變呢一個少少嘅細節，我係中意嘅。另外就係喺配樂方面咧，我都覺得係非常好好在就係唔會話太嘈雜，令到你分神睇個故事、睇個畫面。而當一啲需要喺
加強情緒方面咧，佢又好好咁樣咧烘托到令到你哇要爆熱血嗰 part 有熱血感，即係黑天諗住捨身去同人鬼同歸於盡嗰啲場景，佢有種熱血感。咁最尾小鬼去拯救小英同小妹講道理嗰一段，又係非常催淚。咁我覺得係呢一個配樂聲效係應記一功嘅。最後總結，我對世外各方面嚟講呢，其實都係偏向中意嘅，或者係愛嘅所以我對呢套電影嘅評價會係比較高啦。我覺得要改善嘅地方，可能就係個劇本嗰個剪接倒敘方面呢，可以再加多啲運鏡啦。如果 budget 可以的話，咁喺另外就係配音方面啦。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同日本聲優媲美嘅，咁梗係無任歡迎啦。如果可以挑戰到吉卜力嘅地位更加係好啦。即係至少呢一刻世外話俾國際聽只要有資金有資本，香港呢其實都係可以拍到一套唔失禮嘅動畫，可以去到影展嘅動畫。而世外嘅寓意啦，我感受到嘅寓意就係想講咩呢？善良人就比較多心結，當善良人嘅心結累積到一個地步之後呢，咁就會發癲嘅。再善良嘅人呢，都可以變成一個毀滅者。咁其實啲肆無忌憚嘅惡人壞蛋呢，就唔好咁有風使盡嚟。當有一日逼到啲善良人呢變成人鬼呢，佢哋就知味道㗎啦。但係戴翻頭盔，我就唔主張暴力嘅。我覺得所有暴力都只會衍生悲劇所以呢大家就係盡量放低啲心結。正如小鬼所講，受詛咒嘅係呢一笪地方，而唔係你，唔係你害死晒啲人，你只係拯救唔到佢哋。世外嘅創作係由2019年開始，而香港嘅動盪亦係由2019年開始，所以我聽到呢一段説話咧，係有非常之感觸嘅。我相信呢幾年嘅香港人有好多親戚朋友有啲就移咗民啦咁樣啦或者疫情時就離開咗大家，咁大家唔多唔少呢都有好多不捨同埋心結。咁我都希望咧，大家睇完世外咧，係可以學習下點樣解開啲心結啦，或者就係理解呢一種咁嘅情緒當中嘅不捨憤怒雖然係唔容易去排解，但係咧我哋唔可以俾呢一啲情緒困擾住。喺再壞嘅時代咧，我哋都要明白要保有人性同埋天女所講嘅時機。有啲事呢，只係時機未到嘅啫，唔需要太執着。否極總會泰來嘅。最後嘅最後，又到評級時間，我係會俾世外 A 一睇再睇。如果你同我都一樣係希望香港動畫可以發揚光大的話呢，不妨俾翻個 like 留言 CLS 支持一下香港電影同埋支持我3012。咁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啦，下條片見。拜拜。